来看这这新德县竹东的养卖场呢，过去是因为这粪扫囤真济，互在地是真不满。也那环保局是解说讲，目前呢是甲这当作是粪扫的转运站，现场看到的粪扫一礼拜内就会车去烧啊。请公布垃圾流向。杨文科说明清楚。杨文科说明清楚。提出11月底甲12月初的相片，这期新德管府讲白贼话，时代力量指控管府5月份对外讲已经解决竹东掩埋场粪扫的问题，不过最近翕的相片，还有真侪粪扫质疑管府讲白贼。大家可以从照片中也可以清楚的看到有明显新的垃圾。如果真的清除完毕的话，请拿出让社会检验完整的清除验收报告。竹东的掩埋场到底进了多少垃圾，出了多少垃圾，又或者是超埋了多少垃圾，未来怎么处理，从来都没有一个数字是对得起来的。我想杨文科县长以及新竹县政府当然有责任，必须要对此做完整的说明。面对质疑，环保局解说讲，竹东掩埋场5月清除了后，目前主要是做专运粪扫使用的场所。现场的粪扫是一礼拜整理一摆，得再去焚化炉处理掉。5月份的时候，把过往暂置垃圾已经全数清除，这个经过那个环境部环境管理署的现场确认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依照竹东镇公所的需求，竹东掩埋场还是有必须作为那个垃圾转运的需求，必须把他们线上收集来的垃圾在竹东转运站做一个集中之后，再由车辆转运到我们的焚化处理设施。竹东镇公所表示，竹东每礼拜大约会产生400吨的粪扫，需要有所在暂时放先整理。环保局指出，明年会帮竹东掩埋场边坡进行勘图甲比划工作，计增加污染防治设施，来减少对当地居民的影响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